早前金牌打手翁 Sir 終於俾人拉咗，佢打學生固然係撲街，但最撲街係當眾羞辱個學生，造成心理陰影，可大可小。羞辱當教育，如果當時班學生着嘅唔係波衫，係着去街衫，你以為黑社會喺球場收緊靚啊？最近有套韓劇叫《鐵拳教育》好紅，我覺得呢套嘢嘅死人名係串緊我哋香港。泡菜國以為整咗套鐵拳教育好勁抽，全靠翁 Sir，我哋香港一樣有套鐵拳羞辱。唔知做籃球教練係咪都好燥火？嗰個就要周圍食女出火，呢個就要兜巴星學生出火。權力令人腐敗，仲令人變得天真。翁 Sir 大庭廣眾打學生，唔通佢冇諗過會有人拍片報串嘅咩？佢唔驚，因為佢天真到以為只要捉住學生隻手打自己，咁咪唔關我事咯。天真用。有啲人話打幾巴好小事啫嘛，以前打得仲金啦。以前清朝要鏟到個頭嚴重脫髮咁，你而家唔鏟？最後我想勸啲老師，鐵拳教育係好睇，但睇還睇，唔好當真啊！如果唔係，你就會成為下一個天真翁㗎啦。